保養鋁窗慳錢秘訣，教你5分鐘學識防電偶腐蝕，通過驗窗無難度。香港政府要求住宅樓宇每5年驗窗一次，保養得好可以慳錢，唔使經常修理窗戶，特別係鋁窗框同不鏽鋼螺絲、鉸鏈之間嘅電偶腐蝕。因為香港潮濕同多空氣中鹽分，尤其沿海附近，鋁窗好容易生鏽。上網揾到嘅鋁窗公司就叫你整，叫你換。以下教你點樣保養，慳返維修費。點解要保養窗戶？樓齡10年或以上嘅私人住宅，每5年要揾合資格人士檢查窗戶，確保安全。如果窗有問題，例如腐蝕、鬆動，要跟屋宇署修葺另維修。慳錢秘訣就係保養得好，窗戶耐用，通過驗窗無難度，唔使花大錢換窗。換一組鋁窗可能幾千至過萬。咁點樣防電偶腐蝕呢？電偶腐蝕又稱異種金屬腐蝕，好似兩種唔同金屬打交。喺潮濕環境下，鋁金屬會輸俾不鏽鋼，加快生鏽。如果鋁同不鏽鋼一齊用，喺潮濕環境會令鋁生鏽快啲。以下係保養方法：安裝時隔開兩種金屬，用膠電圈、橡膠片或尼龍螺母隔開鋁窗框同不鏽鋼螺絲鉸鏈，唔好俾佢哋直接掂到。例如裝不鏽鋼螺絲時，加個膠電圈，只係幾蚊到幾十蚊。鋁窗框搽防腐漆或陽極氧化 （anodizing）， 即係喺鋁表面加一層保護膜，就好似幫鋁窗着件防水外套，防雨水同鹽分侵蝕。不鏽鋼螺絲可以搽絕緣漆或防鏽蠟，最好用鋁合金或鍍鋅鋼螺絲代替不鏽鋼，減少腐蝕。如果一定要用不鏽鋼，揀316，耐蝕力高啲。日常保養就要清潔同保持乾油，每3至6個月，尤其雨季或颱風後，用稀釋洗潔精同軟布抹鋁窗框同不鏽鋼膠，洗走鹽分、塵或污垢。唔好用含氯或酸性清潔劑、漂白水、滴露、白醋或家居清潔醋液、鹽酸硫酸清潔劑、部分除鏽劑或金屬清潔劑，例如 WD-40。某些專業款係會含磷酸，會傷鋁面。洗完用清水沖乾淨，再用乾布抹乾。每半年睇下鋁窗框嘅保護層有冇甩皮或刮花，如果有小損傷，用細砂紙68至88號輕輕磨平，搽防腐漆。如果甩漆多，就要揾專業承辦商重新搽保護層。每半年喺不鏽鋼鉸鏈或螺絲搽防鏽潤滑劑，防潮同減磨損，但唔好搽喺膠電圈度，怕影響隔離效果。間中睇下不鏽鋼螺絲或鉸鏈有冇鬆，鬆咗就閂緊，順便檢查膠電圈有冇老化，壞咗就要換。點知道有冇問題？每6個月或驗窗前，睇鋁窗框有冇小坑、點蝕、白粉或變色。不鏽鋼有冇生鏽？好少見，但可能有。用放大鏡睇清楚，或者揾專業人士檢查。小腐蝕處理，用細砂紙磨走腐蝕位，搽防腐漆或修復劑，換壞咗嘅膠電圈或螺絲。大問題，如果鋁窗框有洞或嚴重損壞，要揾承辦商換部件或整組窗，費用可納入市建局津貼申請。如果要維修窗戶，可以用市建局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，最高8萬元。換鋁窗約5000元，15000元一組，同埋加防腐措施，例如膠電圈、陽極氧化，都係津貼範圍。揾市建局認可承辦商，報價要寫明用隔離材料同保護層，確保窗耐用。如果換窗用唔晒8萬元，例如2萬元，可以連滲水修補3萬元一齊申請，慳返其他維修費。想申請市建局8萬元津貼，聯繫市建局，電話318811188，查詢資格60歲以上，領綜援等。揾認可承辦商報價，確保報價寫明防腐措施，提交驗窗報告或照片，申請津貼。記得影相留記錄 ，keep 保養收據。驗窗或申請津貼時用得着。如果5年後窗又壞，例如電偶腐蝕，可以試向市建局申請特批，提交驗窗報告或照片證明問題。香港環境要注意潮濕同鹽分。香港好濕，年均濕度78%，沿海地區鹽多，窗戶容易生鏽，特別要勤抹乾。颱風完即刻洗窗，
唔俾積水同鹽留喺鋁同不鏽鋼接位，睇下鋁窗同不鏽鋼螺絲有冇白粉或小坑，檢查有冇膠電圈，每3個月洗窗，每6個月搽潤滑劑同檢查螺絲，慳維修費，做好保養，窗換耐用，通過驗窗就冇壓力，慳錢又安心。如果想知你啲窗有冇問題，影張上 WhatsApp 揾張先生，90623445，我哋幫你免費初步分析。窗戶真係有問題或想報價同時申請津貼，記得話俾我知啦。今次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